果然不只有阴灵，还有这种东西。韦无，群居魔兽，总是在阴灵最盛之地出现。阴灵以灵力为食，剩下的就归这些食腐者。真是恶心！这些东西，你们二人能对付吧？凭什么听你的？怎么想跟我换？行，要不方才那2个开了灵智的高阶阴灵，交给你。2只开了灵智的高阶阴灵，还有夜叉和韦无，阵仗还真不小。看来与这法宝脱不了干系。阴灵煞气酝酿法宝，法宝自身又滋生灵气反哺阴灵，这样循环往复数百年，也难怪。看来得有些手段了。请二位为我争取些时间，我去对付那2个高阶的。